不免上殿封来。听闻。姑娘在哪里话嘞？是我家姑母生病啊！姑母，我家姑母生病有什么好消的？公子，我弟弟已不来的啊！你弟弟不是老祖吗？那上面托了一个字，公子请况。有意偏语。哎呀，是来，你弟弟是个牛医了，真是！哎呀，这块小生母嘛，告辞。哎，公子请坐。你要请的田先生只在这边，跨过街的小木桥门前有2棵老杨嘞。多谢。里
得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是好看吗？你看什么呀？我看的是他。这他不是吧？喏，你看的是他。哎呀，陈兰嫂，燕子。我是前去拜岁的。哎呀呀呀呀！拜岁，花样造句，先可相得，后吃老酒，这有什么意思？眼里有一桩要紧的大喜事等着你，哪来的大喜事？眼里我瞒着我做的好事啊！什么事？你那胭脂姑娘一见钟情，还想问我？没有的事。不要吞吞吐吐了。我表妹叫我转告于你，那胭脂姑娘已经为你申请相思聘来了。啊，有这等事？胭脂姑娘约你今天晚上前去相会，快去吧！君子不为非礼之事，这事为短不可。你这个书呆子，老实与你讲，我表妹已经告诉了胭脂，今晚当
你了，去吧。这万死不得！你呀，我把你好友也逼呀，逼着什么？喏，我变小杨了，潇洒有风流，仔细看一看，没人啊！这件事又得捉弄我了，我却不信有这种事来。天地为证，我说些凭实言。告子，也你满证。哎呀，有趣呀，有趣。
相见之恨，小生我早日莫想茶饭不思。听是姑娘请来，若体不爱，心中甚是不宁，他来退嘛。盼望姑娘要保重了。我老。才子嘛同田园，当铺开了城里头，城东开办官在地，城西开岗狮子楼，吃个鱼缸个头，四个房子走马楼。王尘埃一日不变难下坠，今日烈所见不成虚。翠秋，隔壁那个老茶婆替我两步有眼睛，我把一头上的人茶把来地砸。哎呦，我还是一枚想开把你个凤儿宁茶嘞！用宁茶，我听江菜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对呀对到手。
多谢积极开门，毛大这厢有礼了。你来做啥？可积极个人朗朗清清的来陪伴你呀。还不由我快快出去。哦哟哟，个家中正经啊！你既然的表兄失节于己，也该对我毛大予以呀。你个不来。好积极，送你一样好宝贝。好宝贝呀，好姐姐，好宝贝呀，好宝贝呀，好姐姐。你要杀我？你倒是杀呀！你倒是杀呀！呀！常言道，当今马巧，姐姐打我们，是说是喜欢我了。许的啰嗦，什么好东西？拿来我夸。好，喏，站得远一点，老老实实不许动。我当是什么好东西？原来是卖香开把牛的翁的银茶，我不要。你这无赖，还不快走！我是失节呀！快滚，快滚！呀！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果算是表兄。呸！表兄为我发笑。我给我去生到燕子家去呀。非也，那我求生不相信我不肯去。这便是好是好，叫人家燕子空等了，啥是真的结出动品来？你且放心，那燕子的皮早已被我医好了。医好了？表兄我好有一比呀。你呀，比什么？好比桥郎中，转子相思皮，杀问永侯呀，毛米。毛米？你去毛米？那燕子姑娘实在多情，换个场地来修业一阵。表妹，你说有趣不有趣呀？哎呀，你呀，真是没规没矩，竟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。啥是将我去争起了你心，可你是否说得清楚？这倒没有想到。许爷呢？修业？我毛大高桃花运这。修业。
喏，秀叶在此，叶子姑娘，你是何人？念的边上无体姐姐乃是一刀所伤，一刀所伤，边上水中还让着修业折成大人滚困，一则修业，记住听语见情，一报这修言受人之问，小人不知，请大人问过边山之女言之，传言之，传言之。言之在西头来。言之，我来问你。你弟弟手中拿着一只绣叶，你看可是你的绣叶？天哪！我再问你，这只绣叶你曾送与何人？这好个刁顽女子！借了我老爷亲个闭口无言，来呀，与我上阵！大人息怒，燕子，你话讲啊！快讲！许意是送于我求生的，我求生？说那杀人凶案，我求生到。不，大老爷，我去生是好人嘛。
兄请坐。哦，谢受，请。大人受的也公人外，君人待到。年兄今日里安辛苦了。哪里，此真文字下官我这身一趟，便已塞了这车，与我辛苦啊。这身一趟，真是好大才。多蒙爷的大人夸奖，区小儿，我做寡子啊。人命关天，真是区小儿。是，真是一桩人命大恩呐。年兄端案之后，可知百姓服也不服？下官凭理推断，一清二楚，岂有不之理呀？事实上来，年兄真是一个晴天喽。哪里？不该。廖人员数十名秀才联名上高刀奔赴，你且看来。一派不义。大人，这你们要相信啊！没要相信。年兄休要教操，依我看，还是将胭脂我求生带到黑堂，你我再细问一番，你看是好。哎呦，别多此一举了。童儿，传胭脂我求生黑堂问话。是，传我求生胭脂。大人，你二人可曾相识？自然相识。言之，你将修业时候赠送于他，从日将来。
这就是了。好，你等退下。慢，燕子，你方才言道隔场相会，又怎样将秀叶交付于他？也是隔场的歌，可曾当面看清？是，不曾当面看清。隔场的歌，不曾当面看清。我再问你，宋义在以何事？你弟弟被杀又在何事？都在4月初1那天晚上。哎呀，大人呐！4月初1那天晚上，有人前往姑母家中拜寿，当夜只在姑母家中，真苦风尘前去侍卫，请他人洗他。太无言，童儿在。索取我求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，带我求生下去。是。燕子，你我求生相爱之事尚与后人知晓。这并不旁人知道。你小小女子夫人穿针引线，岂管愚人思问？难道你不想与你弟弟报仇不成？大人，此事与邻里王成兰知道。王成兰，他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个寡妇。大人，他乃是一个好心人呢。你去退下。是。张念兄，此案突然把查万当重审才是啊！哎呀，大人，此案已成确案，怎可推翻重审啊？本府旨意已定，念兄请便。告辞不说。看他不负罪业，此之聪明。禀老爷，我求生之事已查清楚了。将来4月初1那天晚上，我求生却在郭某家中拜寿，就夜查过3岗，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你待真假？亲朋邻里皆可作证。这就是了。我求生当夜拜寿，姑母家，岂能够风声四位去杀人？其中蹊跷非难料，定有冒名顶替人。焉知道此位有陈兰笑，平日他血泪风景起红瓦灯，换红儿做的寡妇王成兰。去吧。当朝有空随我来。毛大少爷，毛大少爷，啥？毛大少爷，侬讲我200个语言的，哎，你不该把我头上的人插拔去。哎呀，兄弟，还不能？哦。你把人差还给我。老太婆啊，人差我落太太，这过几天寻着了还你啊。哎呀，毛大少爷，这人差是我别家的老实人差，哎呀，有啥子了不起的？难道我毛大少爷还不赔不起啊？哎，我为要紧事体嘞，要紧事体啊！哎呀，毛大少爷，卖燕子花粉。
个圈子，个老差婆就嫌我不得噻。嘿嘿嘿，王春兰家里到了，不晓得有啥个动静哦。卖燕子，卖燕子，做啥？相公可要卖燕子？耶，你这个货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啊？想必是个锅炉客上吧？真是。啊，告诉你，这里指的是个寡妇人家，你要卖胭脂花粉，喏，到前面到花样去卖吧啊！好。此人为何三番两次在这寡妇门前吞来吞呢？莫非与王灿兰有什么瓜葛不成？请问真姓大名？毛大少呀。毛大耶，你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？后方在多梦之巅，他来向你道谢。哦，算了，快点走吧。好，啰里啰嗦。叫你走开，你偏不听。奇怪，你为啥要在这寡妇门前卖胭脂啊？我卖胭脂花粉，在这妇道人家门口叫卖，乃是平常之事，有什么奇怪？我看你呀，倒是有些奇怪哟。我有啥个奇怪？你几次三番在这寡妇门前吞来吞了，莫非你看向这个寡妇不成？哎呦，我生气！我毛大少呀，我看上这个崔寡妇。这个寡妇啊，老早有想好的。想好？这怕就是你吧？哎呀！告诉你，只因他伤风怕燥，我困不食言，几次要来捉奸，那寡妇啊，恨都恨死我嘞！我却不信。你不信？不信。那我敲门进你看，来啊！做什么？喏，是不是啦？这个货郎来路不明，喜欢瞎吃得饱，我不免借他之口放点风声出去。方才听你言道，这寡妇有个相好，他是谁呀？名叫索姐。索姐？他是何等样人？真是一个烂秀才，与那寡妇表兄妹，英文不端，团结辈们看见女人个爱。论作文上是马官府，没有同志没有话的，随便啥个话事体，他匆匆不问，手擦来。你可不要随便乱讲啊！做啥？不信你们人家去好了。问人家去好了，你们人家去啊。看来毛大不是王灿兰千金之人，必必此案必决。毛大说，王灿兰与他表兄所见私通，我一路而来也人听说。莫非所见真放所前去冒名？此人莫非就是所见？卖胭脂？相公，这是上好的胭脂，可要卖吗？胭脂，天生多少烦
哎，言之令人红颜不老，真是天人烦恼。相公还是慢呀吧。不要。相公，这是明白真乎，并非冒名顶替。你这个人为何这样啰嗦？说不要就是不要嘛！哎呀，快走！好奇怪的胡了！秀英，表妹开门！表兄什么事啊？你看秀英，这就是燕子的血液啊！那秀英分明配我这王刚的会配什么？哎呀，这明明是燕子的血液，你看这血液上挂呀，还是我去去看的。孤人不成我之所料。本府今日重申言之一案，你切入一旁，仔细听了。是，算所见，所见堂堂。传见知府大人，下回可是所见？真是不知大人呼唤为了何事？快将言之一案从日讲了。哦，原来分的是言之一案。大人，那我求生一向忠诚老实，自立虽分，却无杀人之事，却是冤枉的呀。所见，你既为我求生命冤，本府却问你几句啊。大人请问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这个也是想不起来。你且仔细想上一想，这可曾到过燕之家中？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可曾冒名我求生去来修业一仗？哎呀，看他料事失神，想必是个清官。我杀实实正经，他定能分清冤枉。禀大人，4月初1那晚，岳生确认冒名我求生，拿来修业一阵。不过，既然是此，你玩啥什么花招？还听我求生命什么冤？快将杀人英雄之子从这走上！啊！怎么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？哎呀，大人！岳生私语说得是数，一向奉公随法，平无杀人之事啊！好一个说得是数、奉公随法的秀才！你的所作所为，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。你本是鸿门中才来
话自信，此夜英雄非作剑，其中另有冒名人。但望大圣西将他，切不可再来真凶却好生。几代怪论，几度世俗当自理，因何半夜藏鬼门？这朋友之妻不可欺，因何冒名去调戏？哈！啥修业已失落，你有何证来有何凭？讲啊！有理呀的他山高，你为何层层突突不作声？奸情却多难调来。唐子恨我现在把这偏包起。你莫要一块要的不讲理，须知道却还复古才恶生，原之帮之父当上原名经啊，不了你何不分分虚名？你既然无力苦分，便见我当当金让发黄心，你要路不当难造过。各去见证，充当死守。是。无论是福不福，天意荒生。所记早死不早。多谢大人，说是大办，要是我好意有一笔，比什么？所见刀攻他，不不落手很高，有口难分辨冤枉。我笑你狂妄无赖，本是狱中败类。我笑你是使命清铁，却是无毒混沌。本府难道当初不曾一生因何复古守业？让你见掉本府料事之长？是你夺到岳生夫妻难受。本府按理分明，你胡言可辩，本府依法当你尽管定偿。玉皇曾来，私通死你，冒名顶替死你，前去修业死你，杀人英雄当算死你。本府七分他方，亲耳所闻，大三顿生的命不怕你不早来呀！他因此恨。挑尽王侯
住！将所记当日死牢，方策我求死，退他！张年兄，此案一名有何高见？背着是谁呀？年兄，你呀！逍遥不法外，复古受却怨难平。怎宽肃当称父母，王走朝廷且平安。许官我不念求定。去吧。凄凉，想那无奈的
乃是老夫得意门生，此案是他所生，此中有害他的官身。老夫倒要问上一位，你叫何名字？有生，我求生，我求生。他以我范围所及的他，其中定有缘故。我求生，随老夫前往东朝。多谢老大等。想必看过了，看过了，不知恩师有何高见？这个嘛，叶妻以老夫看来，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，要申请此案，确实不容易哟。恩师夸奖，恩师夸奖了。叶其言之有老夫已经看过，有几点情节写在案卷之上，请叶其自去看来。是。想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。此案不明尚有3年。所见初次冒名，请走一时道远之路，二次再往为我的边山之门，此你也有。所见功臣休以当夜失落，一直不落在第3人之手，此你而已。
说既然英雄家户因我求生，因我有怜悯心肠，为我求生命愿，先此3年共延期春秋。哎呀！风雨高，修业失落扶贫增，正听光禄撒花招，怜悯局长来交际，金润特巧一才逃，恩师因我翻起你。今晚当怎样推敲？以老夫愚见，贼将此案仔细复查，谁有破绽便当重审。这个一生不管聪明，所以上报安岳衙门专人应部，批文接着就下，岂可轻率终日再犯此案？你的有才，正是轻率从事。一生看来上不足为你呀，能真推自作，本领为此心难这话他年少欺人也力气，我万当真正有他可你多到底这一点情面都没有了吗？既做恩师定要肩膀，若身奉被你擦了，不是你来陪我，
乃是我来陪你。此次恩师请。调江而进，调江而出的地方。哦，恩师，既无所见，就请为夫去吧。且慢，夜起你来看。高墙地有当真也，红色胸身自作情，情不退，非你猜，不是恩师有你猜。恰为何不走山门？
生，不在后院以前，反向前院高墙，不图言辞对方，恰到必胜来定。这是为何来？这个是高能，若是早已料到杀人凶犯竟非所见，聂兄，恐怕你也是失策了吧？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？应都没我错，你也错，大家本情不良。哦，好了好了这是奉旨内何法放光？原来是一枚宁茶，宁茶，叶妻，此宁茶恐有事也。恩师，杀人贼真乃是修业，这宁茶有何作为你？叶妻，修业虽是贼真，此宁茶落在凶手挑枪之处，难道不该贼茶？恩师高能，我看竟是凶手落下的，便是凶手落下，一定是所见之法啊！叶妻，以我四次无多。是啊，聂兄，你也太武断了，我看就不是所见之物，心口之王有何为之？为民父母必须自从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仔细教。你查是否推证，难道不该推证？你也非强制脱离，恰是为恶。此案迫在十次之多，佛查重生一番，也何不该？是啊，此案破绽不测，实不众生，岂不是草菅人命？恩师，此案已申报警部，倘若翻案众生，将罪下来，后人承担。倘若造事将罪下来，老夫宁愿托死承担。是啊，恩师是为托死承担，哪个像你将生命当作儿戏？奇案诉不完，父老送来万民山，不为清明天下转。清正查访得财政，明察去报定此案，非比落落混用悲，心口此王枉为官，恩师年满亲自从，许官压身要事转。唐家真是压身错，怎样？我情愿。
府小小一等，管不了你东厂府此事，我苦口婆心，话已说尽，愿不愿做个清官，由你自己，你他拿去。为冒名变为杀人，为民父母必须自重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自行教。秀英当夜失落，父子烧死，所见这来秀英也是不能得他们自首，老人去万千里世界，你也为强子脱离巧妇为何？我笑你自命清天，却是糊涂，昏惑自关，不敢把传他不中，人气不是朝奸臣，糊涂昏惑朝奸臣，朝奸臣，朝奸臣。迎合批评一切，迎合批评。
经3年，穷心所及，今日帮助发让此举。知府无乱的，明知应断十寸家强，追问身上天恨三千。其用凡夫都是尘，关童儿说的凶顽到他大，不跟天良心同意。
万岁出之人。到那日公正黎明，即日加身之首子，是偏臣。因身上之程序化，我与那张龙成了同类人，阻难又难，难杀我。请老爷圣讨批斩。你说什么？请老爷圣讨批斩。冬儿，传胭脂后当问话。是，传胭脂。胭脂，我但问你一事，这枚银钗可是你家之法？此茶并非我家之物，小女子不知。此话当真？小女子不过乱说。你去退下。是。传说即往城来。是，传说即往城来。所见放在路过门外，因我口出狂言。哈哈，死在一地，将将于何方？我且问你，杀人英雄之事，你从何而今，从何而藏？那是公堂之章，你不分不清楚。今天半夜三更，怎么心血来潮，又分起这股来了？讲，此算是后门而进，后门而出，一派无言。请问大人，那么你让我从何而进？从何而出呢？本命从前缘挑江而进，挑江而出。广度因何发现？我把大人好也有一比，比什么？一字小巷中，听许有玲珑，佛作节空不吐大笨。他人需要跑跳四类，你想想，胭脂家中我曾去过，清清楚楚说门说路，我是要进去英雄，难道不在后院沙门哀想，反而去跳那些远高桥不成？是何之可嘞？他说
这是糊涂，好笑啊，好笑！待了下去。王灿兰，大人，你有何愿望？大人，那只血液当眼便守了在我家门口，转眼不见，命卫书监巡夜一夜，两人不曾离开，杀人之事实被书监所为，望大人强查。我且问你有几个奸夫？哎呀，大人，命为表兄书监乃至青梅竹马，实在并无他人。我却不信。大人不信，可到街上查问。虽说有人3番2次调戏于我，命府也从未答允。是谁3番2次调戏于你？是毛大。毛大，我且问你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可人到过你家？这个命我想起来了，4月初1那天晚上，毛大时曾来过。他来做甚？他拿着一枚银叉前来调戏，对我端出门外。毛大出门进菜，我便将门关上。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？记得是枚香开把牛的红的银叉。哎呀，不错，你看，可是怎样一枚？真是这枚。说的那天，何时为作？毛大出门不久，书记就来敲门。想到也到不了了。把剑夺了呀！毛大，快将这是变山之事从热走上。啊！哎呀，周老爷冤枉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秀叶，秀叶之中还有什么？银叉。是银叉，是你英雄之日落在边山墙下之外，张真却说早死不早。
叫一声警察，不是小人的，算绳子，算绳子。毛大，你哪次人才调戏于我，还不快走？毛大，这人茶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去的，你妄想拿？哼！事到如今，早死不早。无章无证，叫我怎么找？铁证是山。哎呀，拉呀拉不掉这，小人愿找。瓦工。将毛大当的是牢，方才言之所及往城来。有人大人到，打开重门，可知长须名的好利剑，